聽過 demand and supply 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你聽過但又未必明，你明但又未必做緊嘅一個關於需求嘅故事。農夫聽講市民要好多雞蛋，跟住佢就決定要大搞一番，要起雞欄餵雞仔食飯，仲要喺外國買好多雞蛋。但係原來市民根本唔需要咁多雞蛋，賣剩嘅雞蛋就會嘥晒。如果我哋講緊嘅係電力呢？政府咪就係農夫咯，佢哋估計香港未來10年嘅用電需求量會上升接近30%。為咗滿足呢個預計嘅電力需求，就要大幅增加電力供應。其中一個建議就係核電供應比例由依家嘅23%大幅增加到50%，咁就要由外地輸入核電啦。另外，本地電力公司亦要增加機組，諗住咁樣大家先可以夠電用。但如果電力供應最終遇多咗，咁又會點呢？我哋過去10年嘅用電量只係上升6%，但依家政府就預計未來10年會上升接近30%。我哋未來10年點會突然比以前用多咁多電呢？到時萬一我哋根本用唔到咁多電，但係就要因為增加咗核電同埋電力機組而要俾多咗電費，咁你話點解決呢？用 DSM 需求管理咪得咯。DSM 即係需求管理，係喺唔影響服務質素之下，減低高峰時段用電需求以及整體用電量嘅措施。今時今日，我哋都識得揀有1級能源效益標籤嘅電器，電視電腦唔 standby， 燈膽都揀用慳電膽。但原來政府仲可以參考世界各地嘅節能措施，推動我哋做得更好。你好，我們愛省電。台灣推行電費折扣優惠，用電量較上年同期減少嘅市民會有5至20% 嘅電費折扣。Hey everybody！ 加州推行節能電器回贈優惠，市民買節能電器可以向電廠申請現金回贈。省電好。新加坡推行全國節省10% 能源大抽獎，市民節省10% 用電可以參加大抽獎。識得推行 DSM 減低整體用電量，就唔使再額外輸入核電，唔使再花錢喺開源上，而且市民用電少咗，電費自然減少。仲可以有回贈，大家變相可以慳上慳。需求管理就係咁容易。